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今次主播阿峰。今日萬眾期待嘅現金分享發放終於塵埃落定，不過按183日嘅要求去發放，確實係令到唔少人眼都突埋，連司長都話未知有幾多人得個吉，咁就真係唔知慳咗幾多錢，又冇講之後啲錢又會點用，會唔會用嚟派俾市民作消費券用呢？其實都係唔錯嘅建議，不過一切都係要等進一步通知。同場司長又加句現金分享喺臨時性質，連續派咗17年，而家講係臨時性質，有啲耐人尋味。打工連續幾個月收2萬人工，而家出1萬，勞工局都話唔得啦，一定要俾翻2萬，因為喺恒常性收入。唔知係唔係為咗下一年唔再派而鋪路呢？今次現金分享嘅條件的確係出人意表，連喺大灣區香港嘅澳門人都冇份，真係條件好辣下。住喺內地又喺澳門唔揾到嘢做嘅中年人又中招，因為冇入境澳門就冇留澳記錄，除非喺住橫琴先可以咁樣，點叫人去大灣區生活呢？喺內地買樓定居係唔係好揾笨？今集講到呢度，你對於呢件事又點睇呢？喺評論區留言俾我，多謝各位。